在学生热烈的人赛当中，全国小学第一座以理财为主题的爱的书库，在大同国小正式掠牌。这座书库由兆丰证券所捐赠，总共50箱2500本的金融基础理财册本，为幼儿园、国小到高中的学生拢会当来读。推广到现在呢，其实已经有17年。那近来我们就发现有一些主题式的书库的成立有它的必要性。那透过跟兆丰证券这边来洽谈，他们非常的热心OK， 真的是出钱又出力。希望这一次的借由这个书库的揭幕，那么能够让这个知识、金融知识能够普及，能够循环，能够再加利用。好，那但是我也同时特别提及有这个新竹物流公司的这个实体的传送书籍，有专人整理这个书籍，那么让我们这个书籍可以适时的运用淘汰。台南市教育局表示，根据亲子天下去年4月调查，超过60成的老师认为教学生金融教育有一定的困难，因此也在市内积极推动金融基础教育，要引导学生有正确的经济观念。感谢我们兆丰证券，以及我们台湾阅读文化基金会，以及我们新竹物流，能够共襄盛举，然后把我们爱的书库，台南市一共有39座。那这个是我们全国国小第一座的理财的爱的书库。那理财对我们生活来说，它就是一个实际的一个运用。他们透过一个阅读，透过理财，我们让孩子呢从小就有正确的观念。书库的启用是金融教育的开始。兆丰证券希望以自身的专业，提供学生金融教育学习资源，为金融教育再加努力。台南新闻所采访报道。